台湾对2017年开始实行流浪动物全面收容的政策，却因为认养的人伤过少，各地头的收容空间也拢无够。亲像彰化县有上万只流浪狗，却只有一个公立的收容中心尔，敢若会当收容230只狗仔。就算增加空间，动物防疫所也破皮讲，空间是有关无够的。 伫狗笼仔内底，一只一只的狗仔，拢是咧等待有缘人来认养的流浪狗。根据统计，彰化县内大约有13000多只流浪狗，但是只有一个公立的收容所，内底敢若当收230只狗仔，目前使用率已经88%。 伫全国来讲吼，大部分的县市拢有无够这个现象啦吼，啊，甚至有几个县市已经超过100%的收容量吼。但是这个零扑杀的这政策以后吼，在收容所其实佫较哪去拢无够啦吼，所以上重要就是讲，咱要对源头管理，甲做这个狗的结扎节约工作。 为着解决流浪狗收容的问题，去年底彰化县政府参中央以及有意愿起动物收容所的乡镇做伙开会。目前彰化市公所伫139县道有找到一块3公顷外的土地，希望起一个多功能的收容所。 阮的机关嘛已经有规划4、5年，但是碍于我们没有经费，所以我想合作中央、甲县政府、甲彰化市公所要安怎合作阮愿意贡献一点小小的心力，流浪狗的问题当解决。 那真的是空间不足啦。如果说有一个地方的话，可以多收容一些那个流浪狗，真的是比较好啦。彰化动物防疫所表示，真欢喜彰化市公所有意愿要来起收容所，等待市公所提出评估计划了后，会协助向中央申请经费。目前伫园林的公立收容所有新申请增加收容的数量，未来会当为即马收容230只，增加到450只。不过动物防疫所嘛坦白讲，就算有增加，空间也是无够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